個嘅應用程式咧，本身就係嚟自泰國嘅，之後咧點解會揀咗嚟香港發展嘅咧？一開始喺泰國係因為我哋發現嗰度有好嚴重嘅食物浪費啦，咁之後揀咗香港都係三大原因。第一原因都係呢度嘅食物浪費都係好多嘅。香港每日係會送翻3400噸嘅食物去到堆填區啦，而入邊仲有好多係食得嘅。咁第二嘅話就係因為香港人口密集高啦，再加上又係美食天堂啊，啲餐廳啊、麵包鋪啊同埋街市又多啦，每日就會有好多剩低嘅嘢食，唔知點樣去處理。咁依家嘅系統係唔知唔可以去解決呢個問題嘅。咁第三嘅話就係因為香港對環保嘅意識係越嚟越高啦，所以我哋就揀咗香港嚟做推廣呢個惜食概念嘅一個地方啦。以前我開餐廳咧，賣剩嘅食物就直接捐出去啦。咁而家呢一個程式咧係有啲咩唔同咧？即係點樣使用？點樣幫我哋更好咁樣減少浪費咧？啲鋪頭每日閂鋪之前咧，就會有好多賣唔出嘅嘢食，佢哋就可以用惜食福袋嘅形式喺我哋嘅平台上面賣出去啦。咁啲用戶嘅話就可以喺我哋嘅平台上面睇下附近有咩鋪頭啊，就可以買啲福袋，跟住到指定時間就去拎啦。咁啲福袋嘅話，每次內容都唔同嘅，每次就好似拆禮物咁樣啦，都有驚喜嗰度啦。就環保嗰方面嘅話，每買一個福袋就等於減少2.5公斤嘅二氧化碳排放啦。即係有啲拆盲盒嘅感覺啦，即係唔知裡面係啲乜嘢嚟嘅咧。咁用呢個惜食福袋形式去售賣咧，店鋪每日賣唔晒嘅食物咧，其實對於商戶啦同埋我哋啲消費者各自有啲乜嘢好處咧？啲商戶嘅話，佢哋賣唔出啲嘢食係會造成啲損失嘅，所以以惜食福袋嘅形式賣出去嘅話，就可以攞翻啲成本啦，同時又可以吸引翻啲新嘅客人，又可以建立一個環保嘅形象喎。咁啲用戶嘅話就可以用好平嘅價錢啊，買到原價2倍至3倍嘅高品質食物啦，又可以試翻啲新嘅鋪頭同新嘅嘢食嘅，環保就變成一個好簡單啦，同埋好有趣嘅事啦。咁啊，其實喺咁嘅雙贏角